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吟诗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拢我可你扶持，带到草坡我啉食，伊伴油条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小会愿归小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小会愿归小你。愿大小你安稳自在，你要伸手来保护。求愿托你对敌航海，因带是要归正路。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小会愿归小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小会愿归小你。愿要细汉爱情分你，爱要听谈你命令。心爱比饭通接纳你，保你无忧正做成。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愿你听愿到永远。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愿你听愿到永远。以西结书第29章一直到第32章，有7段讲到埃及的预言。这个中间的时间有前后差要16年左右。咱所看的第31章是第5段的预言，是讲到上帝用亚述的造物要来表示埃及，也要因为亚述同款的骄傲罪恶来拄到毁灭。今日咱要继续看的是最后一章32章，是第6段甲第7段的预言，是讲到埃及法老的哀歌，以及埃及的法老要落到伫阴间。咱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节32章第1节，第12年12月初1，上主对我讲：恁主啊，你着为埃及王做哀歌，甲伊讲。你想讲家己伫列国中是少壮会使，其实你是害年的海怪。你伫加江河拍喷，用水纳水，互河水变落。至悬的上主安尼讲：伫真侪国家的人民自这个时，我要拍我的网，甲你抓起来，叫因甲你拖上岸。我要甲你ฮ็伫涂骹，等伫野地，互你做空中的飞鸟，甲地上走兽的食物。我要甲你的身躯等伫山里，因你烂去的尸体甲山谷添甜。我要互土地啉你的血，互你的血淹到山岭，种满江河。我消灭你的时，要掠看天，互星辰黑暗。我要用目云掠日头，互月亮嘛袂发光。我要互天顶的光体袂阁发光，互你的土地陷入黑暗。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第32章，上帝用这个海怪来譬喻埃及的王，这是伫以西结受掠的第12年的12月初1了。所以咱会当知影，这就是已经
耶路撒冷受毁灭，然后已经到伫即个耶路撒冷的结局，甲犹大国的灭亡，煞接就是埃及所要拄着的灾祸，所以这是上帝通过以西结来讲起着埃及是犹大因所瓦靠的国家，讨救兵，请鬼摕药单，但是共款拢爱失败。即个海怪有诶犯罪酷鱼、鳄鱼，就是讲埃及伊过去真勇真敏把占伫即个历史也是世界上真做大国，伫世界上也是历史上古早数一数二的即个国家，遮尔久长的历史，但是上帝要互伊对即个海里的海怪，甲伊掠起来到伫即个路地上，互伊无水，互伊袂当创秋。这个故事也亲像是伫巴比伦的神话故事的中间的剧情共款，讲埃及伊即马无即个伊的舞台，无伊会当作怪的地方，所以上帝掠砍天，掠砍遮星神，也是埃及因所拜遮的太阳神，也是拜天顶的星神、月娘，拢袂当阁真做因的掠砍。甚至伫第八集，上帝要互土地含伫黑暗中间，所以伫出埃及记，摩西甲即个埃及的法老带来10个灾难的第19个灾难，就是连续3天的即个黑暗暝。上帝讲，即届毋是只有连续的3天，是要互埃及真正黑暗暝，天黑一片去。第9集。所以咱看到的这段第6段的预言就是伫狩猎的第12月的初一了。讲这是一首的哀歌，上帝要来攻击法老。第9集，我互你伫列国中灭亡的消息，传到你毋捌的国家的时，我要互遐人民的心惊吓。我伫列国面前人刀剑的时，因的人民要因为你惊吓，君王嘛要因为你袅袅喘。你倒坏迄日，因拢要为着家己的性命不时皮喘。所以对第1集到第10集，上帝用海怪、用酷鱼用海里的这个怪兽来披露这个法老，要上帝家对海内底甲伊掠起来到这个路地。然后对11集到16集，上帝要讲的是要互埃及来荒废。11集至关的上主安尼讲：巴比伦王要举刀攻击你，我要用因的战士消灭你的军队，因是列国中上凶恶的。埃及的夸耀要彻底消失，伊的军队要灭亡。我要杀死河边的精星。无阁有人甲精星用骹拉河水，互水落去。彼时，我要互因的河水清，互河水亲像油，款款流。我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告：我互埃及拍远，土地无剩半项，甲伊的子民拢刣死的时，因就知我是上主。这是一首人哀伤的时唱的哀歌，列国的女子要为着埃及甲伊的人民唱这首哀歌，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告。所以上帝搁一摆讲起，要来毁灭埃及的，就是巴比伦王。巴比伦王的刀，这支刀伫先知以西结21章18集到23集，嘛是用同款的刀形容上帝要通过巴比伦的刀来毁灭犹大。耶路撒冷，即马等耶路撒冷毁灭了后，换埃及，中间有包括即个泰尼、推罗、西顿等等这个国家。17集，第12年末月的15，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你着为埃及的军将提靠。
因甲其他强国的人民要受掠、受血肉地侵的所在，甲遐个已经伫阴间的人做伙，你就对因讲，你想讲你上水哦，你落去深坑，去甲无受割的人做伙，因要甲遐个互刀剑刣死的人倒做伙，倒已经出手。埃及甲伊诶人民拢会互人刣死。伫阴府上强敏诶战士要甲埃及、以及甲伊革命诶国家讲，遐个无受割礼、互倒刣死诶人，拢落来倒伫遮。亚述甲伊诶战士拢伫遐，伊诶战士待伫四周围，因拢互刀剑刣死，因诶坟墓。伫阴间极深的所在，伊的战士待伫四周围，因拢是互刀剑刣死的。因在生的时，人非常惊伊。对17节一直到第32节，是讲当埃及，特别是埃及的法老，叫上帝对海里掠起来，甚至巴比伦王的刀临到伊的时，伊落去到阴间的时，雄雄发现讲，原来伫阴间已经倒遐侪人伫迄个所在，包括即马咱看到的亚述，然后搁刷落去，就是遮个伊兰、米色、土巴、以东、搁阿兰、西顿等等遮个国家，拢已经早就倒伫阴间啦，所以埃及要落阴间嘛是早晚的代志。过去遮侪国家，因拢真强真勇，但是拢一个一个倒伫迄个墓仔埔坟墓的内面。24节，伊兰甲伊的战士拢伫遐，伊的战士待伫四周围，遐个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拢落伫阴间。因在生的时，人非常惊因，当死了，因甲所有死的人相款受侮辱。伫互人刣死的人的中间，因为着伊兰做一顶名城，因的战士拢待伫四周围，因是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因在生的时，人非常惊因，当死了，因甲所有死的人相款受侮辱。米色、土巴甲伊的战士嘛伫遐，因的战士拢待伫四周围，因拢是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因在生的时，人非常惊因，因无甲遐个古早勇士做伙埋葬。遮个勇士带军器落去阴府，刀剑做枕头，做个刑罚砍伫因的骨头顶。因在生的时，人非常惊因。埃及人其实甲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共款，拢有割礼的即个礼数甲传统，所以埃及人伊嘛看轻遐无受割礼的人。但是上帝讲，当埃及的王、法老、埃及人叫上帝会用巴比伦王的刀刣死的时阵，因拢要甲遮个因看袂起的人、无受割礼的人，拢倒伫迄个所在，包括亚述。包括伊兰就是后尾的即个波斯总是呢有即个米色甲即个土巴就是因呢袂当甲因袂当甲遐无受割礼的人倒做伙，因为这是较弱小是伫即个土耳其、黑海迄搭的即个小国家，但是遮个强国较强的国家因拢倒伫迄个所在。咱继续看落去，拢共款的情景。28节，法老，你要互人喙骨分尸，倒伫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中间。以东嘛伫遐，伊的王甲所有领袖，虽然是勇猛的战士，毋过嘛要甲无受割礼、互人刣死、甲落阴间的人倒做伙。所有北方的领袖甲西顿人嘛伫遐，因的权势捌互人
恐慌惊吓，但因嘛甲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做伙倒伫阴间受侮辱。至关的上主讲，埃及王看见遐个国家的灭亡，为着互倒刣死的军兵感觉安慰。虽然我捌因埃及王互世间人惊吓，毋过伊甲伊的军队嘛拢要甲遐个无受割礼、互刀剑刣死的人倒做伙。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告。所以这样讲，这是一个真大的昏亡。遮呢，过去遮列强、列国、勇士、强国，一个一个拢倒坏伫迄个阴间的这个蒙阿波的内底共款。所以咱从这个国家用这张地图来看，犹大已经灭亡啊，主前586年，灭亡了无偌久，即马开始要换埃及。所以对埃及，然后当埃及去互拍败时阵，去巴比伦王的刀来刣时阵，到阴间的时，看见亚述已经倒伫遐，然后伊朗嘛倒伫遐，个美色甲即个土巴，因即个较小的国家，因袂当甲因倒做伙，但是呢，嘛是踮伫阴间。然后伊东嘛伫迄个所在，阿兰就是北方的遮个晋王，30的北方的众王子，就是这指亚兰、阿兰，就是即卖叙利亚嘛倒伫迄个所在，有西顿。所以遮讲到拢总遮个四周的列国，共款拢要伫巴比伦的刀，伫上帝审判内底，拢做伙落阴间了。所以这就是对29章开始，上帝要来责备埃及，通过先知以西结所讲的7段的预言，的最后的这个结局。今日这章的经句，我用19节，上帝讲，你着对因讲，你想讲你上水哦，你落去深坑，去甲无受割礼的人做伙。这是对埃及因家己的骄傲，想讲因是这个世界上强、上水的、上美丽，但是上帝嘛无甲因珍惜，要互因落到伫阴间。所以今日即章的圣经，互咱读了后，我的感受是埃及超过5000年遮尔久长的历史，上帝用这个埃及到大约地地这个历史上的国家，用伊的大起大落。大好甲大歹，来向世间的人证明，主耶和华上帝真正是掌管历史、万邦万国的上主。但世间的人若毋知影埃及也是用这个国家来做警戒的时阵，只会当重蹈覆辙，互历史搁更新，历史重演，就无都找到迄条路，会当去到伫上帝遐迄条永远天顶天国的道路。所以咱读到圣经的时阵，特别咱对埃及、对旧约看到新约，到咱现代现主神，咱真正知影上帝真正是掌管立理治理遮的一切。今仔是10月初10双十节，伫1841年10月初10是第一次的鸦片的战争。迄当时英国的军队来攻占这个镇海。伫1911年武昌起义开始，然后一直到尾仔的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来开始取代清朝。所以伫今日的这个新安宫的内面，这篇文章写了真详细，来当去看。1960年，台湾头一间的电视台，就是台湾电视公司来开播，就是台视。今仔日也是联合国所定的世界反死刑日甲世界精神卫生日。今仔日嘛是咱的有这个国庆烟火，今年是踮伫南投的所在。今日咱嘛有教会青年牧区的退休会，要去到伫宜兰，是2天1暝，也愿上帝来带领。今仔日祈祷要用箴言31章30节，这个在地的妇人人，最后讲到
外表好看是符格，水嘛是空空。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会得到娱乐。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咱个教会就亲像新娘爱装扮好势，教会毋是只有外壳的好看，嘛毋是只有外口装了水水，是爱对心的内面用心灵甲真实来敬畏上主，敬畏耶和华，才会得到娱乐。咱做伙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通过连续4天阮所读的埃及，或者的语言，也是历史上或者的故事，互阮知影每一个国家的兴起，每一个国家的衰败，甲毁坏，拢甲因甲上帝关系有真密切的关系。今日是中华民国台湾114年的国庆。伫即个中华民国的历史的中间，台湾甲中华民国把做伙，也愿上帝来使阮看过即个小小的台湾，即片土地，或者的百姓甲人民，希望阮经过风台、大风大雨，也是伫最近花莲光复，看见台湾的人情味，台湾的百姓会当三角体贴。互相来帮衬，也互阮即个小小的岛屿、小小的国家，全体的百姓会当同心一意，会当伫即个世代中间，伫即个历史的中间，阮会当来见证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也愿上帝祝福，互阮的信仰、阮的信心，特别教人教会也对要来庆祝60周年，互阮毋是只有外口水。阮的内面真正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嘛拢有一个虔诚的基督的信仰来因跟主你的圣尊名。阮也求你保守看顾伫连续休假3天的中间，也保守阮真兄弟姊妹大家会出入都合，拢会当得到平安有主你来看顾。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信诗235首，恁着亲写至大上帝。恁着亲写至大上帝，主爱永远无替。人对他国手主社会，应该着讲这话。伊的风也是假漂流，只查无人通救。无啥通听要个嘴打，心心阮去孤单。伊可咱着对主爱求，你就可恁拯救。彼岸的路个带因行，高堂徛起的声。主行基础迄主爱，愿人乐天海。幸福的心比着巴掌，常常欢喜快乐。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